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我下边安到还无经地府嘞，啊，都是人出事呀！所以你莫后白讲啦，对不对？无咱搁四个找看卖。驸马爷，你叫我，有什么代志需要我效无？好咯，不敢。我是甲你讲，我昨暝有做一个梦。哦，做一个梦，也是什么梦？这个梦非常的奇怪，而且甲你有关系。哦，甲我有关系，安尼一定是什么好梦哦？确实好梦。我梦见我徛伫断崖顶，突然间看见一名规身躯全废的躯为断崖骹爬起来。哦，也然后咧？然后嘛，迄位姑娘，伊对我讲。伊就是苏月花。苏月花？我唔对，而且我较奇怪，就是伊既然对我讲，伊讲啥？伊讲是一名上京赴考的士子，名叫卢雕像的人，将伊送到断崖骹。你是安怎想？我一听起伊提起驸马爷你的名，我就感觉足意外。想袂到伊底后随对我讲，将伊送到断崖骹的卢雕像，就是伊的阿嫂。等下，驸马爷，你若袂等我将话讲学完，我勇敢的心，无啥爽快，我先来了去。厉害是厉害啦，但是哦，有时阵也袂使伤过相信伊啊。你看卖啊，伊讲会暗啊，恁两个袂得犯奸啦。安尼怎会在倒位？犯奸？对啊，卖变啥？无影无一只。我看吼，是咧吓惊恁两个尔啦。我看吼，恁阿哥的本意吼，就是要互咱打消阴暗，进入个福州城救人家。迄所以哦，你看，何春基，这敢是阿婆娘嘞？啊，你是讲是出顶会啊来去咱县家咧，带两个迄彩绘拍的尸体去后要领上迄个阿婆？是啊，我看吼，共名共姓尔啦，哪还拄啊好诶？哎呦，歹势啦，我来去放一寡凉茶者。其实安啊，迄个阿婆实在真可怜，年纪这么大了，一个人孤孤单单住伫迄间破下厝，无甲半个人照顾，实在使人心酸。啊，你毋是讲迄个阿婆啊，甲迄三驸马如雕像有啥物亲情关系？只是进前问伊吼，啥物话也唔讲。
有出来，你来。两位婆头，请听无心我三瓶金雕上英台，依依不暇是来分开。仪态你我有将来，结成鸳鸯相恩爱呀！哎呀，四九听到会理财，两者过工是怎乱爱？会是人心马里带，要的是情，你就来后台。走个了。当的，倒摕来。哎呀，恁是怎个？三百英台的18小时就才要开始了呢，恁就换了要甲我选，我唱，哎，你等下听到这个歌一笑，我就要误事啦。好啦，开始啊，开始啊。好啦，随开始。英台，请你调入来，咱若无唱是会好太哦。一生经验做无奈我报告，来只好人啦。我乃是上批，上杯，进上啦。是这是大人啊，是毋是胡妈爷的亲笔字？这个官印嘛无毋对吼。是，姑娘啊，这。好啊，你就照顶悬的指示办理，计划免讲，我随时就要登去向胡妈爷交旨。来啊！是，将一干人犯交予这位姑娘带走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进来把钟村啦！钟村来变成安尼啦！师傅啊！师傅啊，妙！我妙情师傅无伫个啊，咱写这字条是写啥物？请两位坡头替阿婆心愿。好啊，你先点，等我字条看出来缀你心愿。明年有事离开，来日有缘再会。神道顶有一顶地藏帽，乃是当年木莲救母的事。木莲法师三出三进，地狱的事所伫，法律无边，灵通有名，好好啊报仇，自有妙用。这妙情师送咱这顶帽是要创啥？敢讲，叫咱伫这顶帽出入幽冥界咧？我看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创啥？我要伫这顶帽甲阴间找神王爷替老身做主心愿。你真气有主意。去哪嘛？你给我走！小等，你既然敢是好事的阴魂，你本来就住伫迄阴司地府里，你哪就需要借什么物件？我是自尽而亡，非是庸所解决，所以无关这前来大王，地府官兵不准我渡过奈何桥。安尼我搁较受袂通咧。嘿，你既然是自找死路，那安尼无论阳间阴间，你要我怪啥？要顾啥嘞？我要告迄个女雕像，欺无不用，杀车救援，欺瞒奉上。我要到阴间找我迄个冤枉被毒害的心腹，我要要求神王爷调伊做证，
准你还阳过正。我免，你安尼未免要求伤济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对对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安尼做，要若无我怨气难消，我一定要入阴界去生我命。请问姑娘尊姓大名，今日救命之恩啊，也我凡事有，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对啦。这位姑娘，多谢你暗中相助啊！这做人要知恩图报，以后若有机会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。是啦。我叫做朱玉芬啊，今仔日会当救出各位吼，毋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啦，还佫有我另外一个姊妹啊，是伊比迄个三姑妈写别人的字条，所以恁今仔日才会当离开周府衙门。那呢？姑娘啊，你迄位姊妹啊，即摆伫倒位哈？带阮来去甲伊见面者，阮头啊好好的甲细写者。对。我等下就带你去甲伊见面。伊吼，即摆就倒在这个草寮啊。伊吼，就是即摆咧看守三姑妈。咱即摆就入去。哎，各位，我快！朱玉君，对，想对啊！伊就是咱未来的新妇啦。对啊，朱玉芬，进前迄个酒干仔师，来咱厝做真正心，特要做咱无救啊，就是这个姑娘，就是你无毋对哦，你对哦。阮师傅吼叫做酒干仔无毋对啊。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哎呦，我未来的新妇啦。难怪哦，咱人水身材佫会晓武功哦，打头佫在，老兄，自我来决定，甲定落来。对个。要笑死人遮呢？哎呦，迄是人呢，迄毋是物件呢。甲顶落来，讲迄落无的。无啊，你即摆甲什么人咧讲话啊？你爱知呢，我也甲阮夫人啊，以及阮这未来的新妇，哎呦，阮未来新妇就是恁救命的大温情人呢。哎呦，以后你若要甲阮讲话哦，就爱较客气的，唔通讲迄种热细细的话哈。是安尼。我咧夹屁咧！你讲啥？我咧讲哦，这个是尊敬老爸，无咧尊敬阿斗哦。当然哦，这位朱姑娘，阮对伊一定会客气气。要若是恁两个翁仔某，哼！我讲恁听啦，迄豆迄若发做树哦，我若是甲伊当做菜啦，迄大俗菜啦，听无？哎呦，我老气，你呀！我是吧？你是咩嘛？我我看你都遐尔啊心思，佫遐尔啊有气质，哪会卡袂着就要冤家？嘿哦，我来足有气质的啊，我煞叫袂记啊，歹势，是的。好啊啦，咱即摆就入去啦，哈。我你吃。是啦，我是关工啊，借问下，我哪个等我？对啊，我会等下替人陪准人哈，先等下。等下你人陪准哦。唔对啦，是等点头的人陪准才对啦。无啦，因遮吼无共款啦，因遮大女下站的官愈大啦，甲咱阳间的无共款。来啊！歹势，互恁等下去，请对我来。拜托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
城隍爷是我何春基。阮两个是无小心救落来啦。恁两个是福州府临江县的捕头。大人啊，好选。你哪会袂记得我是必安啊，伊是武救啊。对。我乃是城隍，唔是恁大人。啊，跟咱大人是做啊共款。对。恁三位徛起来，回本官的问话。多谢城隍爷。何春基，你照替教训，用心良苦，一切本官拢已经知影。也毋过，我查遍地府所有电机铺，发现你的新妇苏月华并无死，现在还伫阳间。什么？我的新妇苏月华也搁伫咧阳间？是啊，你要求本官替你做证。唉，我想本官可能是无能为力，因此你迄个不好囝卢雕像，你应该是倒转阳间来甲告，安尼才是对的。这无道理啦，城隍爷。何春基伫咧凡间已经自尽咯，迄是要安那入官府告状咧？都对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哦，对啊。恁两位身为凡间的捕头，应该都爱替何春基伸冤，安尼才对。再搁讲当年卢雕像将苏月华杀落断崖了后，恁就从伊凭这点来抓伊，其他的代志则搁来对查，知无？袂用伊啦，城隍爷。啊，除非吼，你来去阳间做证，啊，若无，阮是要凭啥物人证掠迄卢雕像？就是啊，何况卢雕像是皇亲国戚呢，啊，阮两个只不过是小的小捕头啦，阮是要安怎甲办啊？王子犯法，以民当罪，照办不误。多谢。阿婆啊，你放心啦。你的阴魂就已经收到阴间要等待转世啊咧，吼！听阮若甲你伸冤了后，我甲无救的吼，会甲你找一个好的风水，才甲你安葬，吼。赵春啊，你起来！天光啊啦，起来啦！要食早起啊！你食早起啊？你食，哪会食饱？是啥物人安尼讲的啦？阿伯暗叫叫做周虎个，是城隍爷甲阮讲的啦。插屁！阿伯去拜城隍爷嘛是你讲的，你即摆讲阮操蛋。阮就利用你咧困的时阵哦，正是走一抓城隍庙，迄哦，城隍爷安尼很诚亲甲我讲。就是啊，敢有影安尼？哎呦，要信也好，唔信也好啦。总讲一句啦，我甲必安哦，即摆拢唔免担心阮阿爹甲阿娘的代志啦，即使别人较要紧啦。看下。行啦。等药粉若安顿还伯父甲还伯母住喺安全的所在了后，伊就会放离雕像。所以咱这个所在嘛袂用搁大个。毋知阿伯、阿姆，你有啥物安全的所在通好去？我互送你。拢是咱唔好啦。当时若知影讲你是遐尼好的查某囡仔，阮翁仔某也袂反对讲你甲阮必安的亲事啊。迄摆是阮师傅，伊爱讲耍笑，我甲伊并无攀亲的意思啊。啊那安尼，会是阮必安那无迄个福气啊拢。姑娘啊，你讲的唔对咧。
我会去情会，就是因为你甲阮伯安那伫迄个家门后壁花园谈情说爱，才去互掠去关起来咧。啊，哪咧讲起来，恁早就情投意合啊咧，敢毋是咧？哎呀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我知啦，人迄查某囡仔人哦，歹势啦。啊，佮话佮讲倒转来，哪有迄个查某囡仔人家己去讲亲情的，对无？对无？这是毋是我叫阮叔去提亲的啦？是阮叔，伊家己乱做主意的。无紧，即款代志还佫有去，安尼，即款代志本来早就吼，爱查甫主动去提亲才对。无安尼规安尼嘛，咱即摆来随机咧就干那使啊，咱主动甲提亲嘛，啊对好。应该安尼啦。这桩亲事我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是阮叔，伊家己乱做主意的啊。无紧，即款代志还佫有去，安尼，即款代志本来早就吼，爱查甫主动去提亲才对。无安尼规安尼嘛，咱即摆来随机咧就干那使啊，咱主动甲提亲嘛，啊对好。应该安尼啦。你来说。这桩亲事我反对。叔，你先时阵转啊，我来拢唔知。我老早就咧缀恁两个缀几暗嘛，也若毋是事，暗中一日甲恁斗3工，就凭恁两个死查某鬼啊，有法度迄个轻轻松松将路条上带入开知府家啊！哦，莫怪我甲玉芬，这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知府的？伊也毋拢无人伫顾手，原来就是师傅，伊暗叫你甲咱斗3工，多谢师傅。多谢即摆使暗中相助，咱并不知。免，较莫来这套咧。以前啊，恁将我赶出社界，还讲什么智慧，下狗会念诗，无你会听话，也若无食，绝对袂答应恁必安甲阮遗如的亲事。这桩代志啊，互我感觉衷心的受侮辱，我永远就甲恁会记一日。莫安尼啦，搞唔吃安尼，就敢那使。啊，你无听人伫讲，不知食无罪啊。对。不知啥？啊，唔知影阮遗如生做这么水，这么啊温柔，后悔当初无答应这桩亲事，对唔对？对啦。卖吵啦！好啦，啊无要安怎？恁讲啊？阮是想讲吼，求就敢那使啊，你答应将遗如配合阮必安啊。对啦。配合恁必安？哎呦，我会哭，无啊！啊，你当做阮遗如是废品是？你哪安尼甲阮讲啊？好啦，恁若爱阮遗如啊，互恁做新妇用一下。啊你讲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你？条件有2项。2项尔。智慧加工的生卵，枝仔的铺床，也若无食，这桩亲事变讲。嘿，遗如，行，透气去咧。行，甲你看啥？加工的生卵，枝仔的铺床。哎呦，叔啊，你安尼哦，分明是伫甲人挑咱的嘛。世间哪有讲加工会生卵，啊死仔会铺床的？你安尼是欺负处理嘛？哦，啊，谁讲欺负处理啊？啊无啊，是谁讲加工袂生卵，啊死仔袂铺床啊？这若换作是我吼，简简单单就解决啦。哦，师傅，啊你用什么办法通解决这2个问题？啊，这简单嘛，啊只要，哎呦，这死查某鬼啊，伊要拼师傅啊是？哎，我偏偏唔甲你讲，也若无吼，我若当一下身，就互你甲我出卖啊！哎呦，对啦，师傅啊，你甲人讲啦，我绝对吼别讲出来哦。吼，你甲人讲莫来这套啦，这套吼，师傅常常伫咧使用啦。
啊，袂讲出来是无毋对啦。啊，你煞袂晓往下是啊？袂啦，叔啊，拢袂讲出来啦，叔，你甲我讲无啦，好啦，讲啦。好啦，莫奈啦，甲讲是吼，我都袂讲。啊，若本事哦，你家己想啦。欺母唔勇，乃是大不孝；杀妻求荣，乃是大不义；欺瞒圣上，乃是大不忠。李安，无救的。有存啊！在。国法之下，无论是皇亲国戚，即是暴弟，掠李朝相甲周正和，依法严办。遵命。大，迄是阮母啊，予我的嫁妆呢，我你摕去当。啊嘛！你衰啊，嫁甲你即落翁，招老我缀你伫走咯。阿某啊，莫安尼讲啦！我嘛想袂到讲咱今仔会起早咯，不但起早，连锁着无着压力才转物件。无要紧啦，下摆吼，我就我一定想办法甲伊送倒转来，安尼吼，吼。好啦好啦，家话免讲啦，紧你去啦。较细腻的啦，你毋通袂记，即个是同一番呢。哟。你快开休息。头家，这要转的啦，今仔呀。今仔无毋对，要转偌济啊？即摆今仔是大落季呢，落到无声无息。失德兼侥幸，安尼看袂无？安尼尔吼。真好啊！今仔日是我头一天开业呢，特别甲恁犹太打2节咯。若无平常时哦，一节看袂厌，退，袂来唔听。丢转啊！好啦。好啦。我这是为你好呢。转伤济哦，死到你无在了讨哦。来，这10两银互你啦。若是无要开顿单吼，我听我加3两银互你啦。啊？加3两？好你去死啦！走啦！顿单我爱啦，顿单后我。啊你敢毋下波头，下边仔恁老母啊？啊！你敢是阮囝变来的步啊？老三的，你小弟开顿店啊？哪会袂讲？点哦，这是机密呢。机密？什么机密啊？哎呀，顺从阮工作上最高的机密。哎呦，啊，当既然是恁哦，来，这金手镯啦，我袂用甲恁收。你怎啊摕去？迄10两银吼，我怎互你？我知影恁即摆咧走路啊，开口歹啊，因为即间哦，拄我咱公家开的哩，啊，免甲你帮忙收济啊，歹势哦，来。无，这，无紧啦。好啦，哎呦，安尼歹势啦，别啦，拢是家己啊，毋是帮外人啊。歹势，我有重要代志，我失陪啊，我来去哦。顿店内面那机关遐多啊！喂！密语合队，千尊菩萨一路香。一粒炭的九瓦汤。这。欢迎2位姑娘大驾光临。这。哦，好。真富贵，是你哦，是啊，好，是我无唔对啦。啊，你这是啥物所在？这，
这是我甲真富去无正常哦。迄阵啊，暗中布袋几啊年呢，本来哦是要来开交警啦。我是大车咧，竟然甲人家摔倒球，当脚啊！无啦，迄是以前的代志啦。人我怎啊能解决自身啊？对对对对，无啦。阮怎啊看要来遮当作哦查办重要案件所在呢？安尼真好啊！咱会用利用这个所在，展开反清周知府甲李驸马的计划啊！必然啊，这个计划由你主持，我拢听你的。我看两位姑娘聪明过人，不如由两位姑娘。无，我想吼，大家斗阵动脑筋呐，看谁的主意较好，就用谁的，安尼好无？对啊，咱即马就开始执行计划，计划好，就马上行动。对，来，向导，来。无啊，是啥人叫我去卖番薯粉的啊？哎呦，师傅，不是番薯粉呐，是胭脂花粉。啊，胭脂花粉，哎呦，迄个啊死啊！无啊，是谁出的主意啊？哈？是我啦，我是讲吼，只有酒干啊，师傅你吼，袂甲周府艺人见过面啊，所以你装作卖胭脂花粉的人吼，咱的计划再用你进行啦。师傅啊，人师傅的意思是讲吼，一定要师傅才会用的啦。你就知影，阮这小弟吼，无卖胭脂花粉的功夫啊，对师傅即嘛，唔只点你，只是吼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师傅你阿捌卖过胭脂花粉啊，搁再讲师傅你年岁遐大，我是惊讲你去吼。唔知闹开袂？哎呦，乌白讲，哪会闹开啦？凭我一个东大酒干仔衫咧，南相信哦，我装互你看觅，绝对袂闹开啊！当然啦，多谢师傅啦。你哎呀！念起咧，春天吼，你家己念哦嘿。好。到啥？想啥物？想到安尼热心？无啦，我只是吼看到即阵木雕的身上吼，去想到一个问题啦。身上？身上有啥物问题？阮阿爸顶回毋是出两个难题，互迄酒干仔使，其中一个毋是叫做木耳的听闻。咱拢将迄木耳吼当作是咧食迄木耳咧。这你看嘛，即阵身上这是茶刻的。这鱼啊，是毋是嘛会用叫做木耳？有理。不但吼写个吼共字咧，而且身上吼虽然是茶刻的，算起来应该嘛会听话较对啊。无大家伫庙咧拜拜，嘴默默念，你念无上听？你感觉安怎？我无意见啦，因为还阁有哦，有春诶，你学咱早起吼。伫迄路里撞着迄个下狗，你学互阮听。哈？要学下狗出声，要创啥啊？阮爸还有一个难题，毋是讲做迄下狗会作诗，对无？也毋过下狗哪有可能会念诗咧？若念有对句有意思，就会用哩啊。阮爸也无讲规定讲爱到啥物程度才好做诗啊，对无？下狗一般嘛，甲去几句音尔，要斗做句，哪有意思啦？迄歹讲，无吼，你学看咧，我来解释互恁听。好啊。乌白有一个乌白，叫做乌白。安尼我嘛会晓。乌白因阿爸叫做阿爸，阿爸拍乌白，乌白拍乌白，阿爸。我讲一句尔，你讲两三。
有心要念诗啊，做较长的啊。安尼吼，你到真是会念诗咧，你足够诶。啊那咧，咱两个代志。即摆反对的，毋是恁阿爹啦，是阮师傅。伊讲，咱若有想要做伙，除非加工的西卵，死仔的铺床。又过来啊，这款难题啦。迄款死得苦，又搁转到骨步那步。我看吼，老人食麻油，老热哦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嘿，实在真够啊！人咧做歌下咧搬哦，沿路电嘛差不多安尼尔。嘿嘿嘿，启禀大人，内底拢布置好势啊。真好，大家辛苦啊哈。好，你踮遮等。啊，到时阵，迄白姑娘会将迄周知府骗来遮。啊，到时阵吼，你爱加进前。啊，到时阵吼，你爱将这价莲花交互伊。啊，到时阵你才照安尼做。啊，到时阵吼，就看酒干仔使白姑娘甲朱姑娘的表现。啊，到时阵哦，我知影。啊，到时阵哦，一切计划我拢会起来。啊，到时阵哦，袂颠倒。安尼也无讲。你到时阵安尼做就好啊。嘿哟，啊无然你安尼创呀哈？嘿哟，哇恁种个死查某鬼啊母时呢？啊一个去叫我去卖胭脂水粉，啊一个叫我捏喙手、捏头毛。哎哟，你看嘛，规个气质拢咧拍拍了了的啦。嘿。哎呦，师傅啊，袂啦，你甲看，看你这身躯的打扮，起码哦，少年30岁。真是有影咧，师傅啊，你看，你若真是要去改行吼，卖胭脂水粉，生意一定足好的啦。一定足侪水姑娘啊，看到你吼，拢会自动走来甲你买哦。啊有影？有影。哎，师傅啊，你若唔相信吼，啊无安尼啦，阮两个吼，就装水姑娘啊，来甲你买胭脂花粉，啊你哦，就装卖胭脂花粉的人，好不？安尼哦，安尼好啊。嘿，师傅，阮两个水哈，水哈，安尼有水。啊你开始卖啊！好来，嘿咯，老三，拢甲你买啦哈。好啊啦，啊家己人当然嘛拢买。哎哟，你两个实在有影。真是有影的啦，师傅啊，你看，你即马吼，安尼唔知叫我少年，我缘投，我卖人的了。无影啦，啊只不过是吼，甲一般的少年人哦，差无啊济尔啦。不，恁这什么意思啊？哈？哎呀，好啊啦，师傅莫生气啦，咱也是吼，赶紧来进行咱的计划，较要紧啦。安尼哦。你比。师傅，咱来行。好，安尼哦。胭脂水粉咯，有人要买胭脂水粉无？我赶买啦。死查某鬼啊！啊叫恁讲哦，莫叮当啊，叮当哦，加外重的了，哎哟！师傅啊，你个拜托无，啊弟弟拢拖骹，你足疼，你知无？哪有法度啦？啊师傅啊老啊，啊气力嘛无够啊，啊骹骨嘛软高高啊啦，啊怎讲你要食到遐尔大块啊？哎哟，光恁两个哦，亲像要光猪咧哦！你哪会遐大了足疼？师傅啊，我知啦，你一定是挑工的吼。师傅啊，你安尼欺负徒弟，你有熬啦吼。当然嘛有熬，啊我沿路甲恁交代呢，叫恁袂用出声咧，啊恁搁大声细声，哎无啊，啊恁是要用这法来讲吼，恁秘伫心仔底哦，啊看恁安怎离开政府个啊？哈？好啦。有人买胭脂花粉无？少年啊，啊毋知要买一个吼。你目睭青面上，你卖胭脂粉卖到有遮啦？阮呀是安尼啦，讲
我是事煞吼，要来这找人的啦。你要找人？是啊，要找啥？假设有嫁姑娘吗？嫁姑娘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哦，迄有真密切的关系哦。啊，麻烦姑娘吼，你甲通报一声啦。啊，就讲是吼，苏月华故乡的亲戚，你来看伊，安尼伊就会招结婚啊。苏月华？是啊，啊，阮早就约好啊，爱叫阮今仔来看伊啊。啊，你也无阮头前问来咧。哎呦，姑娘，啊，你知影卖这胭脂水粉吼，啊，拢是查某人的代志啦。啊，为头前问去哦，较歹势啦。我伫咧禀报大姑娘，你也看好啊。等下你也甲我骗哦，你就知死。什么？苏月华故乡的亲人？是啊，是你卖胭脂粉来甲我讲的啊。将伊带入来。是。先红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囥在心肝头已经几落天了，希望讲你会当坦白甲我讲。什么代志？前日你有甲我讲过，讲你梦见一个怪梦，梦见一名女子叫做苏月华的女子，为断崖爬起来，甲你讲是我甲车落去，而且佫甲你讲，伊是我的家后，这是真还是假？当然嘛是真的。我才是有做这个梦。你是安怎要将这件代志藏伫心上？是毋是？你有做过这种代志？无，但我哪有可能做这个代志？那伊就好啊。你何必搁再追问？我只是感觉真奇怪，你哪无缘无故，向去梦你这个怪梦？我嘛毋知影。你还阁有啥物代志？无啊，妹啊，先上伊讲有叫人带消息来，有讲伊什么时阵会到福州。我实在真无介意这个所在，我是希望讲伊会当早一间到位，赶紧来摕到这卡电话，等来行声。为着安全起见，阮阿爹的行踪一向无随便互知影。你嘛应该真清楚，有真侪人想要刺杀阮阿爹。这我是知。也毋过，大家嘛应该要到。是啦，希望伊会当早一间到位。我毋知安怎，一直感觉心内一直袂安起来。要不，我先告辞。免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。是好是歹在人手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趁嘛着会晓手，才袂行行看。